珠海你未有見過咁有良心嘅開發商啊！平民化嘅價格賣到精裝修豪宅，而且見到嘅交樓標準單價1字頭，仲可以睇到一線嘅海景，對面就係我哋嘅橫琴同埋我哋嘅澳門啦！哇，呢啲景觀啱唔啱啊？無敵啊！連個飄窗都同你封埋啊！嗱，交樓我哋着重房價交樓標準啦，單價1字頭啊，4米3開間嘅大廳啊，標配我哋嘅日立空調啊，咁再入嚟睇睇。入門，連個門咧都係高檔嘢啊！51嘅指紋鎖，玄關係櫃當然都係交樓標準啦。啊，單價1字頭啫喎。再睇睇我哋廚房，廚房嘅交樓標準啱唔啱你啊？有個 L 型嘅廚房，歐派嘅廚具，啊，方太嘅3件套啊，仲埋洗碗機啊，仲有無主線嘅吊燈。哇！呢啲真係120平方，真係做到實用，去到120平方啊！你睇啲房間幾大啊？呢套豪宅啱唔啱你啊？精裝修，所見到嘅都係交樓標準啊！你睇睇呢間房，仲有一樣嘢，我哋主人房標配多個獨立衞生間啦，標配嘅全智能嘅馬桶啦。嗱，主人房見到嘅景觀真係無敵啊！住喺呢度真係發夢都笑醒啊！真係呢度翻去港珠澳大橋15分鐘嘅咋啊！6樓就有大巴翻去我哋嘅港珠澳大橋我哋嘅拱口啊！仲有一樣嘢，生活圈6樓有幾個商場。衣食住行都唔需要有任何嘅擔心，因為呢度係珠海市。嗱，你哋成日話要揾珠海市高標準、高質量啊，平民化，呢度應該啱你啦。豐田車嘅價格買到 Benz 嘅質量，有興趣評論區留言，有興趣你參考。